自小就立志做科學家，專門研究遺傳基因。但係就喺佢讀緊大學嘅時候，竟然不幸患上咗非常罕有嘅威爾遜氏病，仲出現柏金遜症嘅症狀，嚴重咁影響佢嘅日常生活。不過亦都係因為咁，令佢對科學、對生命都有全新嘅發現。由學術成績以至課外活動嘅表現，關子琪都可以話係香港學生中最頂尖嘅一群。佢成績方面咧，喺學校一路都好標青。每年都要評估啲學生有成10幾項嘢評估啊，佢係全部 A 晒嘅，係 straight A 啊，由 Form 1至到 Form 7。我攞獎好 full score， 即係完全咗33萬獎金入大學，1毫子唔使俾。我好自信，好 Q 喎，趕住攞諾貝爾獎啦，即係做啲好偉大研究，快啲人類貢獻。我覺得自己係掌握晒所有嘢，我係完全唔覺得自己會失敗嘅人。以絕佳嘅成績入讀港大生化系，誰知踏入2000年喺2年級大考嘅前夕，一向無懼讀書考試嘅子琪，卻一反常態。突然間睇極都入唔到腦，同埋好攰，成日好想瞓覺，好攰。但夜晚瞓唔着，好攰，好驚。見本書係驚㗎，我從來試過見本書驚㗎，會仲恐怖過你話你聽日世界末日。考到第3日。嗰陣時之後我唔得，我想死，我自殺傾向。嗰晚熬夜去醫院啦，揾個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嚟睇我，睇完之後話係好正常啦，讀書叻過頭啦，見得多啦，叻仔壓力大，有焦慮病、抑鬱啦，同埋驚恐。我咁危急情況，我俾藥你食啦。我讀書能力只係剩翻一半都冇咯。我以前讀1個鐘嘅嘢，要讀4個鐘，我一睇嘢，我睇唔明，要睇幾次明。我嗰個腦係呢好似能力流失咗咁。我生命價值在於我讀到書，攞諾貝爾獎。嗰啲夢想由細到大都話唔接受，我啲自信開始冇咗。子琪被逼停學，人生彷如失去方向。有幾個保守生都要基督徒嘅，不時就邀請我翻教會嘅。試下無妨啫，冇壞啦。啲基督徒都係好人啦。我都想咁有誠意勸啦。我唔相信自己會咁樣玩完咯。我冇人玩完嘅，咁我咪咁叻仔唔得噶嘛。試下翻教會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我。其實第一次教會歡迎新朋友，好開心噶。有人關心我喎，好順理成章就翻教會啦。染病3年，子琪一直被視作精神病患者。不過一次驗血，經過詳細嘅分析，先至真正揾到一直折磨佢嘅元兇。子琪嘅病，我哋醫學名稱叫做韋爾遜病。韋爾遜病係一種遺傳嘅病，而係隱性嘅，因為身體過多嘅銅質積聚，咁最主要積聚喺肝臟啦。因為銅質本身係有毒嘅時候，就會破壞肝臟細胞，導致肝酵素上升啦、肝硬化啦，同埋甚至肝衰竭嘅。呢個圖病做祈禱啦，呢個問題祈禱啦，神會幫你嘅。越祈越差，斟杯水扣一流，講鞋底可以花幾分鐘時間，咁抽筋啊！簡單啲講就係老人家嘅柏金遜嘅病徵，醫生幫唔到我同神傾偈祈禱，佢又唔幫我。我成日問點解係我啫？點解我有病啫？點解人都冇事，我咁叻仔有事啫？你天妒英才啊！話你妒忌我啊！你玩我啊！或者好多時候我問神問好點解？越問點解越唔開心，因為越問點解越冇答案。也許一生多困苦，被世間撇棄恨惡，但你總看顧，忘記攙扶，愁悶慨嘆變作歡呼。人海中多昏暗迷霧，但我的心